开始，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大家闭办心来念今仔日要吟的圣诗。这两首是拢真熟，不过咱来继续来练一下，请佳音来。新圣诗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再来，搁一遍。世间情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挂虑世间小事，大项问题伊收拾。上帝讲你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第二站，王的王对名利恶行，早前伊捌点点说，主的主千人类就。有血也有肉体，将本性在我命名了，小事心多情代价。第三节咱来用读的第三节的歌词上来，千万天君百列规定。针对前方伫路中，金光降落变照四面，是对极阳光天堂，地狱关系消灭到尽，除去黑暗发好光。嘿，上落尾迄三字是发好光。嘿，好，来，恁第二首，是。569首，569首，这首是咱细汉的时阵应该拢捌吟过的歌，《春神来了》这是德国的民谣歌曲啦，吼。569首，我做耶稣的羊羔。我做耶稣的羊羔，我才欢喜无烦恼。耶稣听我，耶稣爱我，大项好奇是予我，大日过我拢无离，伊也捌我的名字。第三，我出我。平安，拢无要我也艰难，带到草花青翠所在，有君踮遐拢无挂碍，我那嘴到辛苦呀，带到溪边互我食。上落尾谱表是我那喙焦辛苦呀，带到溪边互我食。好，我若喙焦辛苦呀，带我
带到溪边，互我食。好，歌词吼，再做稍微注意一下，那旋律应该都没问题。好，这是种时间来搞好敬拜赞美。我怕会挡到他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兄弟，对呀兄弟，兄弟我会哦罗里，帮你修理你手中走，兄弟我会哦罗里，帮你修理你手给你，兄弟我会哦罗里，公义修理主爱修理，兄弟我会哦罗里。兄弟，
万民兄弟，你所同走，兄弟我们阿罗里，他们兄弟，你所给予，兄弟我们阿罗里，公义兄弟，主爱兄弟，兄弟我们阿罗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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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挑战。最近因为疫情严重，也许我们被限制在家里，在某个地方，很多事情不能做。但是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向主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时，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圣灵已降临。经历空虚的岁时，悲伤痛苦的饮食，看见我如此光景，圣灵他为我叹息。主亲自允许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要永远与你同在，并永远同在。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受压自卑捆绑的人，失去真自由的人，主圣灵是避难所，他与我们同在。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赐下生命与真理。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天国梦想在我心燃
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逐时逐刻拢甲阮伫咧。无论阮遭有啥物困难、灾厄，主啊，你拢安慰，你拢扶持。当阮要来学你，无论阮伫教会，也是伫厝里、伫线上，主啊，阮伫倒位，拢要来学罗敬拜你。当阮将敬拜献上，求主你掌权伫即个世代，煞了这个灾难，用主爱，用你的疼痛来引带，坚定阮的信心。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祝福听甲讲的人，拢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恁着学罗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是随会讲起耶和华的大权能，是随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既若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即号人有福气。圣诗第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会同请起立，咱念全首。安静人拢着恬静，在因伊面前，我的歌如世间小事，当阮的耶稣事，上帝教你的圣殿。着敬拜
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请主耶稣，你创造万物主宰的上帝，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的全能的。阮就是来敬拜、学罗你，感谢主，日日看顾、保守，互阮的身体健康，心灵有平安。伫即个疫情升温，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互阮会当引起物资的波动，引起大家不安。恳求主，你时常甲阮同在，圣灵充满，用你的话语安慰扶持，互阮的信仰更较坚固。感谢主，搁一摆恳求主，主啊，愿疫情快快过去，灾难战争无搁发生，愿世界和平相处，经济复兴。每一个人拢过着平安安稳、喜乐的生活。感谢主，一切荣耀拢归于主。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使阮平安。阿门。启门，咱先开圣诗的后壁，1051页，诗篇29，诗篇119，启门29，我来启，恁来印。行为无通指责，听叹上主的教示，第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以上献诗，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圣乐队要献的诗是何等美善。Oh, qué bueno es Jesús, que por mí murió
尊敬咱献会帖撒罗尼迦教书2章第13节到17节。新约圣经后面238页。若是主所疼的兄弟啊，阮应该替恁常常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对起头敬恁，要互恁得救，是在伫神的正性甲信真理，为着即个，伊对阮所传的福音捌掉恁，来得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伊喙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爸上帝，就是听咱，也是伫恩典上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愿望，守护咱的，愿意安慰恁的心，坚固恁一切好的所行，好的所讲。以上。坐念10届，咱客车起立。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别咧上帝。第二届，若为着家己条件偶像。第三届，毋通滥产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四届，着记你安息日守伊为是。第五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行奸淫；第八届，毋通偷摕；第九届，毋通做假的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心。请坐。正道，咱下面请三和教会的牧师林信哲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何为信仰性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通过今仔日北区大专时间纪念主日，好啊，有这个时阵含正兄弟姊妹参加敬拜咱主上帝。今仔日咱通过这段圣经节，我们来参加思考，什么叫做信仰生命？恁看到这幅图，叫做活系基督徒，免参加礼拜，也免奉献，也免祈祷，也免灵修，也免服侍，时若到，自然去天堂，有够赞无？咱来想旧年5月到10月，足侪基督徒拢安尼呢，敢毋是拢线上礼拜？我等你线上直播你做礼拜中间，咱只是要礼拜之前，咱大家兄弟姊妹请安，结果有个兄弟将伊镜头一拍开，伊倒你面前咧做礼拜呢。我讲我想到真是活系基督徒。咱最近迄个疫情已经，咱18市已经得要5、6千啊，敢毋是？6000外吼，做者回应牧师会当个线上礼拜袂？卖实体礼拜，线上礼拜足快活，时间到，坐碰遇，坐倒位拢会使做礼拜。若9点半我赶来教会，我爱穿真济，佮落雨，足麻烦的。我透早7点就人咧敲电话咧甲我问。因为即阵咱今日想，咱台湾人口超2300万人，咱长老会信徒超过26万人，占100%。请问，
总会统计，2020年的中间，礼拜人数出席率偌济，你知无？48%，啊，佫无一半哦，啊，无佫一半哦。我想讲，啊，迄另外一半，我常常拄着，啊，你若无来做礼拜，保师有心而好啊，你捌听到无？啊，有心而好啊，在座立位兄弟姊妹，恁坐遮，啊，恁毋拢戆人。我看到咱教会青年咧带敬拜赞美，啊，遮拢戆的，干嘛恁伫遮咧服侍？啊，恁生活对顶头遐尼大，啊，恁我相信通过恁牧师历练，做严格吼。为什么？为什么？啊，人类免做礼拜啊，免奉献，免祈祷啊，免灵修，啊，落去天堂啊，啊，咱着爱甲遐认真、遐拍拼，当啥？对无？咱最近看到苏联去拍乌克兰，我嘛想无呢。普丁是不是基督徒？是呢，他是东正教的基督徒呢。哦，对哦，你爱认真看社会新闻啊。啊，请问乌克兰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东正教的基督徒呢。啊，咱毋是讲爱比数三听。爱看这边苏联拍乌克兰有拍到足凄惨无？哦，我足惊，我足感谢上帝，予我生伫台湾。我看到安尼吼，所以恁免烦恼无厝，你知无？恁若无有厝甲无厝吼，共款意思，中国拍来差不多啊啦。爱怎意思无？所以即马房价太高，不要买。等中国拍了，拢无人要顶，咱再去捡。爱听有无？啊 ，OK。今日伫遮吼，讲到遮，我先说来讲，这是咱总会咧讲的基督徒八要，对无？咱三个来读一遍：敬神爱人，天天读经，常常祈祷，殷勤聚会，乐意奉献，领人归主，服务社会，维护生态。这叫做教会生活，啊，讲较白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这咱拄仔咧看进前这个画面，这叫做佛系基督徒，啊，这叫做基督徒的基本动作。请问，爱做一个对比，你感觉安怎？你是倒一种？我若要做基督徒，我真蛮做这种型的，啊，落去天堂就好啊，敢毋得遐认真？敢毋是？做这种基督徒，敢有啥物好处？对无？平仔趁2万块，我爱1/10，2000。啊，哪一边奉献呢？无形当中，他加薪加多少？一张上帝甲加薪加足济呢？加10%呢？所以你遮有一个新学生走去新学院问因的老师，讲老师啊，咱新学院的老师信用好啊无好？这个老师去问一个讲，当然好啊，无要安怎做恁的先生，做恁的老师，安尼讲有道理无？当然有道理。不过这个新学生佫甲问讲，安尼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是教授、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是团契会长，那做足侪代志，遮尔无疼心、无常识，遮尔自私、遮尔卑鄙？因为这新学生伫教会拄着足侪代志，走来佮读新学院，啊嘛拄着新学院嘛足侪代志，所以伊伫教会、伫新学院所拄着这个对象，真做伊内心足大的犹豫，所以伊就甲伊的先生问讲：咱的新学院老师，恁信用有好无？伊是歹势去问因的教会牧师讲：牧师，啊，你信用有好无？刚才在座呢，啊，林牧师，啊，你信用有好无？保罗先生讲，咱做一个基督徒，伫咱的世间成为一台戏，有没有？那你搬你互看呢？人看你安怎画出一个牧师的基督徒的形象，那你看你做一个信徒
画出一个信耶稣的形态。阮旧年咧上一个课程，叫做“从怀疑到相信”的课程，你知无？你毋捌听过吼？无要紧。结果阮一个长老，我讲你去上啦，阮长老我无爱上，我今日上了吼，从相信到怀疑。我讲好，你莫上，你莫上啊。OK， 今日我要讲一个牧师甲我分享一个见证，讲有一个做热心的姊妹，伊是本来是一个参政教会的一个姑娘啊，爱做热心即服侍听主，到尾嫁来到一个庄头，隔壁庄的庄头，一个无信的兄弟。但是你结婚的时有品，讲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嫁互恁，有缘爱互我去教会服侍敬拜。对伊的翁婿讲好，所以因结婚10几年了后，生一对查甫甲一个查某囡仔。即个翁婿嘛，足尊重伊的信仰，容允伊去参加教会一切聚会甲侍奉。所以，迄个教会拢学了即个姊妹信仰非常好。不过经过10几年，伊的翁婿总是无法度带来信耶稣，安怎甲关心，安怎甲听，安怎甲鼓励，伊拢无爱来教会，只是欢喜伊的妇人人甲伊的囝儿去教会。有一天，教会牧师去甲探访，拄仔即个姊妹无伫个，伊的翁婿足欢喜，牧师来个呢，就请伊来厝诶泡茶开讲。牧师关心我，你带恁太太遐久啊，恁哪无爱来教会，加减来行一下。即个兄弟无直接回答牧师讲的问题，甲邀请。不过伊伫遐讲，伊真心想通过带伊某了，看见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平安，彼此相听，无迷信，真自由。尤其吼，恁教会个别性吼，我伊安尼行过吼，我看恁教会的个别性充满了迄个迄个，互人安慰有安慰，佫足简单，袂互惊吓。伊足欣赏的吼，伫遐开讲，讲我其实吼嘛足鼓励阮的囡仔去教会。讲，伊讲牧师，请问，牧师讲要问啥？讲撒旦是什么？你牧师想，你来问，讲伫阮的圣经，撒旦就是魔鬼，撒旦就是魔鬼。哦，这个先生吼，一听到讲，哈，撒旦是魔鬼，就转倒我迄个查某人哦，骂我是魔鬼啦。这个牧师嘛一头雾水，那有遐严重，无欢喜转啊，伊骂我是魔鬼。牧师讲到底是安怎啦？伊讲有一边吼，伊外口转来，已经下暗时啊。伊看到囡仔未洗身躯嘛，未食饭，厝内乱吵吵。无过我看到伊穿甲足细只，真整齐，摸着圣经圣诗，讲要去聚会。我敢对伊讲妇人人你为什么无爱先煮饭，甲囡仔先洗身躯，厝的代志弄好才出去？我无想到我迄个妇人人，我的查某人，真歹声势甲我讲，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唔通踢害我去服侍上帝，好讲煞气噗噗，我头落去教会，莫插我。这牧师听好啦，伊就到尾就甲伊妇人人讲沟通了后，真正无偌久，伊的翁婿就来信耶稣。我们若不委身于基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另外一位，你感觉这个妇人人是迄个穿红衫坐伫基督，是伫架顶头，还是迄个？穿白衫，你更是伫家。你感觉这个信耶稣的妇人人，伊是你耶稣伫家，还是坐伫顶头？我相信伊绝对是坐伫迄顶头。翁婿，你爱听我的，你去耶稣伫家，家事你爱做，囡仔你爱顾，我要来去敬拜上帝，有无？因为即位，今日咱看到这八道是，请问咱家己的心，我上帝啊，我伫你面前坦诚，我是你耶稣伫家，还是你坐是伫家？请想一下。伫咱教会服侍中间，伫咱教会生活中间，咱的信仰生活，咱常常坐咧是架顶的，咱无要穿迄个白衫，检菜迄穿红衫落来，甲头前迄个穿白衫
该斗更会使袂？我相信咱教会即个时日嘛不理当嘛，对无？恁干那互恁的牧师两个带更就有够业吗？恁中一免斗更吗？还是恁中一要坐时日顶头讲？牧师，恁领薪水哦，阮无领，所以阮坐顶头，加油哦，拍拼哦！信仰生活咧，互咱思考一项代志。耶稣交代咱爱放下一切，掠去咱家己的时日对无？但是咱常常无要掠呢。像我拄仔你讲即个见证，即个牧师讲即个例讲，伊咧坐顶头咧看讲，先生加油啊！你若无听我的话，你是撒旦。今仔日咱伫遮通过这时，咱咧讲什么人信用好，我无否定，不过真要紧，信用是咱伫上帝面前领受真理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三个来思考，通过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节，咱有影真正实在了解信用吗？伫迄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讲，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这个信是你指相信上帝观念甲应允，对仰望甲未当看见的有把握佮确定。所以咱伫遮看见，这个信刚才是指信心，不过信心只是信用的态度而已。信心毋是信用的全部。所以咱袂当讲我有信就好啊。信心是对上帝一个信用的态度，毋是一切。所以咱今仔保罗先生伫迄个罗马人书的中间，伊咧讲因信称义的中间，伊讲迄信甲律法即个争论的内面，伊咧强调信毋是干那信心而尔，毋是相信而尔，毋是瓦靠而尔，是伊咧强调。对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称作义，是以信来开始，到伫信，因着信以至于信。所以福音，主耶稣的福音是上帝权能的应允，要通过这个信来甲耶稣基督合做一个，互咱甲上帝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来得到新的活命。但是新的活命的生活，要符合耶稣所意爱的。所以保罗先生所讲的，人借着信来接受耶稣基督，来有一个新创造的活命。亲像保罗所讲，为主来活，有无？很重要呢。今仔咱做一个基督徒来遮，是为主来活呢。因为即边，今日咱若无想到这个时，这只有通过咱对上帝认捌，接受上帝拣选甲伊的救恩，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或者做咱甲上帝一个应允的关系。所以信仰是甲上帝建立一个好合宜的关系。所以信心无等于是信仰哦。信心只是信仰生命的态度，信仰则是咱活出基督的生命。按照希伯来咱拄仔所讲的，就是伫帖撒罗尼迦第2章13节到17节，保罗认为基督徒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伊的拣选拯救，互咱得救甲应允。对信仰的真理爱学习并坚守，会得到上帝应允甲恩典。咱有勇气来宣扬，甲行一切好的代志。所以保罗提出伊对信仰的看法有3点。头一点，信仰的生命应该有什么？对上帝拯救甲拣选所产生的信仰的热情。另外，即边。这是人甲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所产生的宗教热情。请咱注意哦，我这里讲这个宗教热情，毋是你只讲咱教会是敬拜赞美，就叫做热情，毋是安尼的意思哦。上帝是用伊的权能，甲伊的祝福来吸引人，
人因为惊艰苦、惊苦难、惊黑暗，来仰望、来朝找上帝。所以，咱通过迄个上帝咧呼召亚伯拉罕即个种族的中间，伫即个圣经的故事内面，上帝对亚伯拉罕一直启示伊的恩典，甲伊的应允，有无？今日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啥？伊要祝福伊一个人，迦南地老年甲蜜的地，有无？上帝一直祝福。请问亚伯拉罕伫伊的年纪，伫伊在世时有到迦南地吗？无呢，连看嘛无看到。但是这真做上帝互伊应允，所以伊就呼召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信靠上帝，建立伊甲上帝的关系。当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些人伫埃及出受苦的中间，伫遐做奴才、做奴隶，上帝特别拣选摩西，通过上帝的权能救因出埃及。所以一些人用耶和华的权能甲应允，对上帝有一个亲情的连结。所以摩西伫西奈山甲上帝建立一个约的关系，就是咱拄仔所念的10条诫，有无？所以伫遮，咱来看出一些人因为受上帝的拯救、受拣选，甲上帝立约，成做一些人。所以这种信仰的画面，毋是咧根据咱的智慧选择判断，也毋是根据一个神话你来相信，是根据是上帝伫历史中间伫掌权。我相信咱遮有初信的，也有世代基督徒。恁敢知讲安尼牧师，你啥会做牧师？其实讲起来，我的爸母是第一代基督徒，啊，我甲阮老爸老母斗阵受洗礼，因大人洗礼，我受洗礼，安尼尔。啊，只安尼尔。阮老母甲我大汉的时，阮老母甲我讲一句话：囝，我已经将你献互上帝。啊，伊一句话，我来去读神学院呢。我讲上帝也无呼召我啊。对无？我讲，我会当伫教会做主流老师，我会当伫教会做青年会长，我伫教会做中级就好，我若着爱去读神来做神职人员。阮老母佫加一句话：因为恁老母的性命是上帝拯救的，所以我甲上帝下愿，我要将我的囝献互上帝。我讲，迄是你的代志，甲我有啥物关系？我来甲因阮老母佫讲第三句话，伊讲啥？你有相信10条诫无？有，请读第5诫。来，请恁读第5诫。孝顺爸母。伊讲你去读就是孝顺爸母。我就讲我去读的。因为也许过程讲得很简单。今日牧师要通过我为啥要做牧师，只因阮老母要将伊的囝献互上帝。只因为伊感受到上帝伫伊身上，施恩伫伊身上，伊感受上帝听，无伊的囝会做孤儿，所以伊学习将囝养饲大汉，要献互上帝。我有当时感觉，我妈妈是不是信得太迷了？但是我感觉这是伊对上帝的情。所以咱今日伫遮要讲去。信仰爱根据得救的体验，来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拄仔思维，即次咧祈祷中间，咱即摆疫情最严重的时，我毋知影另外兄弟姊妹，你伫即个疫情遐严重，做食咱做无方便，啊，拢关喺厝，甚至咱无法度来教会做礼拜中间，你伫遐感受到上帝安怎引带你无？我真感谢上帝。伫疫情的中间，我袂当去探望会友，会友嘛袂当来教会。我甚至线上礼拜，我一头到尾，我牧师家己负责书会，负责搬走，负责讲道，负责教导，从头到尾一人单机作业。因为人规定讲教会不可以5个人聚集嘛，我就家己一人做了，那就安足紧张。我讲迄时阵，咱的教会形态完全袂当，互会友来参加组织中间，通过线上
一个虚拟世界中间，啊，伫遐咧敬拜上帝。上帝通过人感受，上帝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伫迄个时阵的中间，咱安怎样甲上帝愈亲近？我讲哦，上帝啊，你让我在没有跟人接触的当中，上帝互咱搁较侪时间甲上帝接近。我伫遮要强调的，是讲信仰生活，就是要安怎样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所以信仰要有迄个热情。所以咱今日信仰生活的热情，咱通过摩西五经，叫以色列人爱敬拜上帝，爱听从怜悯别人。伫《申命记》，伊咧强调百姓应该纪念上帝的恩典，上帝安怎样带领因出埃及，上帝怎样选择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上帝的选民。申命记咧记载，因爱顺服上帝。申命记咧记载，以色列人咧爱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在拢咧表示咱爱纪念上帝的拯救甲恩典，这就是一种宗教热情。有的人将这个宗教热情表现伫敬拜、赞美的仪式；有人宗教热情用教会的服侍咧参与；有的人表现伫伊的生命、伊的生活本质的改变，来顺服上帝，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敢毋是安尼吗？咱毋通看讲咱来教会做礼拜，无要无紧，无人咧注意，做一个人咧注意。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阮老母带我去，拢赶一个菜篮，啊，有啥赶菜篮？因为内底圣经信息，啊，拢惊人知，人会笑，啊，恁这食够的，有，你捌听过无？牧师是4年级啊！你想我伫民国60年前迄阵，迄个讲紧，迄信耶稣真少。信耶稣毋是去用批评讲信耶稣死后无人哭，啊无就是食够的，有无？啊无是信烦恼够，真的是很难听的。但是，阮老母安尼赶一个菜篮底圣经先至传去做礼拜，嘛安尼人讲啊，你去创啊？去教会。啊，因为安尼带人来去教会呢，所以这就是咱的坚持。然后第二我要讲的，信仰的真理。咱的生命不单单要有热情、有疼心，啊嘛要有智慧甲知识。虽然信仰毋是干根据热情甲智慧，但是根据伫对上帝的大能甲恩典的明白。好的信仰的生命应该明白福音的内容。真侪宗教真热情的人，就是因为信仰的智慧无够深识，甲偏见，造成真侪纷争占领，也是愚妄的代志。我相信咱做基督徒久久，伫早前有所谓灵恩派有无？啊，咱的福音派、灵恩派都咧争，甚至讲水洗、灵洗有无？我这拢。真要紧，咱有迄个智慧无？咱对信仰的真理若无清楚，咱真容易用咱的宗教热情，成做兄弟姊妹中间的无和。所以保罗先生讲，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嘴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明白福音的内容，就是信仰的真理。所以，咱今日通过这段圣经在的时，咱来三个授课。咱拄啊牧师咧讲起迄个新学生的问题，为什么遐个牧师、遐个教授、遐个长职、遐个信仰遮尔资深，知识、神学知识遮尔悬，因阁遮尔有好的学位，有遮尔好的资历做甲长老？为什么有时阵因的行为遮尔无疼心？遮尔无智慧，遮尔无见证，所以这个新学生真要紧。有思想的人，有知识的人，无拄有上帝智慧。
而且我足爱讲的，做一个基督徒，你真更加认真学习真理，上调你爱顺服真理。咱知道理，咱爱行道理，来活出真理的信仰生活。今日咱伫上帝面前，咱真重要的，咱对信仰的真理有清楚无？今日毋是你捌字毋捌字，有时阵我面对着会友毋捌字，我感觉伊性格真单纯、真真。伊无输伫迄个捌字的，搁受过神学院训练的人。为什么？咱拢会将咱的意思去读圣经，读甲变做圣经时咱家己的意思，有无？恁捌想讲牧师将讲台当作炮台，你知无？捌听过无？啊，牧师用圣经咧定会友，或者将讲台当作炮台。啊，问题是，牧师你读圣经的话，咱有咧对家己要求无？我有照圣经的价值咧行无？所以讲台毋是一场演讲，牧师徛伫讲台所讲的，是伊生命的见证，毋是你论说圣经咧讲啥。伊对圣经研究偌济，但是伊对圣经领受，伫伊信仰生活安怎样行出来？伫今年的受难周的中间，伫迄礼拜受难周呢，我常常体会到一个画像。迄个画像是耶稣徛伫迄个彼拉多面前，通过遐个祭司头，遐个犹太人的领袖。伫遐咧控诉耶稣的时，彼得甲安怎耶稣问：哦，啊人甲你讲遐济歹听的话，甲你指控，啊你嘛讲一个。耶稣怎样？不讲话。另外这边，你来教会生活，来遮教会做礼拜，伫遮活当中，你有听到人对你的脚脚讲啥讲啥，你会怎样？很高兴，很 happy。很生气，我真毋茫咱来学习耶稣，莫讲话。保罗先生讲，我们为主而活，为什么呢？咱为主耶稣活啊！遐耶稣当遐祭司头、遐法利赛人、遐犹太人领袖，你甲控诉讲，啊伊家己讲伊是王啊，啊伊是弥赛啊。但是耶稣为什么不说话？耶稣会当讲话啊，耶稣会当讲出真理啊，耶稣会当讲出事实，但是伊足清楚，伊是要宣传上帝旨意，敢毋是嘛？所以他不讲话。今日咱做一个基督徒伫上帝面前，嘛是共款即种的心态。好，所以就爱有见证的生命。当耶稣基督高我上天了后，找见下生去为传福音做见证。我捌一遍咧做礼拜讲，啊，恁捌传福音无？无人敢掠手。我讲啥啦？伊讲阮袂晓。我伫遮讲分享一个见证，这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当疫情最严重的中间，啊，阮的一个姊妹，啊，伊后头因老爸讲人艰苦，啊，《西游记》啊去。病院去互看，看迄个《西游记》的科了后，迄个医生讲：啊，某某先生啊，啊你头壳遮哪一个乌乌皮肤乌乌的所在，啊这是偌久？讲20年啊，安尼好，你爱去看皮肤科，啊转科去看皮肤科，啊专科去看皮肤科了后，迄个医生专甲摕伊乌一个细胞，切片，去化验。哦，你皮肤癌第3期呢？无检查无代志，一检查讲第3期。安尼好，马上安排后礼拜开刀。
你知影阮这姊妹爸爸听到，转去有欢喜无？惊到食袂落去，人敲电话甲因查某囝讲，因查某囝听到，阮老爸才60几岁尔，啊，就第3期，听了会惊呢，马上撞落去，啊，就为祈祷。啊，阮这姊妹祈祷的中间，伊感受到上帝，敢若有话甲讲恁老爸无癌的细胞，所以阮这个姊妹讲爸，我为你祈祷。啊，但是耶稣甲我讲爸爸你免担心，啊免看路，吼，啊你我为你祈祷，啊你来信耶稣。耶稣讲你无癌的细胞呢。因老爸讲，啊你凊彩讲，你也毋是医生啊，医生就甲我做切片检查，啊就讲我皮肤癌第3期，后礼拜就要去开刀。真正迄天到，伊去病院开刀，到手术房拢准备好啊。所以要开刀之前，按照护理的过程就是啊，要不要再做一次切片检查？要。伊搁来做一遍切片检查，经过半点钟讲，护士长迄个开刀房的迄个护士长讲，甲迄个医生讲，医生没有癌细胞呢。伊想哪有可能？顶礼拜化验出来数据就你电脑的，我毋知甲讲今仔开刀，不要紧，搁学较大空的，学较快，搁来验第2届，啊，搁切片，搁去检查，过半点钟，搁出来，真的没有癌细胞。医生只好这样，安尼好啦，先生，就袂当甲你开刀，啊，我就从边仔垃圾甲你敲敲就好啦。怎啊讲？你甲我讲，你这礼拜食啥货？你知影这个先生讲，我就食袂落，还佫食啥货？我甲你讲，阮查某囝信耶稣，讲替我祈祷，讲我无癌细胞。你知影这个医生是你基督教病院上班的呢？讲我知影啦，我知影，恁查某囝做先生。我你甲我讲，我袂去甲人讲。你甲我讲，你偷偷甲我讲，你是食啥货？一礼拜就无去。我就甲你讲，真正无，是阮查某囝为我祈祷，讲我无因耶稣甲因讲无癌细胞。哇！迄个医生感觉即个先生是咧讲梦啊，你知无？伊无爱相信，伊怎甲这个先生好，不要紧，后礼拜过来复诊，你来带恁查某囝来，我要甲问。因查某囝当然将我师拄仔讲，甲伊想，好啦，啊，恁的耶稣较厉害。我要讲后壁，你知影这个先生偌趣味吗？伊伫因的枕头的庙叫做妈祖庙，伫遐做财务的干部，你知无？你管钱的，伊其实伫遐咧做委员，啊，伫遐做管钱。即摆伊去到庙，大拢咧掠香，啊，咧拜时，伊就无拜，伊家己无拜哦。遐个谈判讲，啊，你是咧安怎啦？讲，我甲你讲，我做嘛要来信耶稣，啊，我听讲信耶稣袂使掠香，所以我无爱掠香。伊安尼讲，啊，是安尼无爱掠香，伊就搁将即个见证讲互遐人听。伊即马拄着人，就将即个讲情去甲因的厝边头尾讲。伊对安尼开始，伊讲安尼，我嘛袂去庙的啊，我昨礼拜日要去教会啊。我咧甲列位兄弟姊妹讲，伊捌读这个圣经无？伊毋捌。伊捌读过祈祷无？伊毋捌。但是伊听见伊的查某囝为祈祷，上帝伫伊身上行这个奇妙的事。其实，当伊的查某囝甲我讲，牧师嘛是怀疑主义者。我讲，这可能是迄个以形误诊。不过不管怎样，对伫这个医生的林吼，这个林兄弟来讲，伊感受到上帝通过伊的查某囝为祈祷，伊得到医治，伊即马世界的传互因做见证。另外这边，恁敢知甲牧师讲，牧师啊，阮也无像着即种的经历，毋是无啦，
上帝逐时阵拢咧带咱呢。是问题，你有咧读圣经、灵修中间，你有感受上帝咧带你无？今仔日以色列人的历史，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伊嘛会当卖记载啊，免将这个故事传互因子孙，敢毋是吗？互因的子孙活伫现代的世界潮流，互因无感受到上帝安怎引带伊。所以，咱今仔日真要紧，咱来看这个投影片的中间，迄一句话最重要。见证的目的，毋是咧夸耀家己，是咧展示上帝特别的恩典，你要荣耀上帝。借着你的见证，互无认捌主的人来亲近你，互遐已经信的人更加亲近，更加听主，更加认捌主。另外这边，咱今日耶稣真意爱叫咱去传福音。毋是叫人来信，是叫咱爱活出见证，互因看到咱的对耶稣的见证中间来亲近上帝。感谢呢，这都是信仰生命。今日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毋是咧求平安求福气，趋吉避凶，毋是安尼啦。咱的信仰毋是安尼，所以咱今日伫上帝面前，咱来感受一项事，咱怎样要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通过帖撒罗尼迦第2章15节讲，所以兄弟啊，着徛在你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嘴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是所下手的，就接受伊。对保罗的先生的教示，咱对以这3种方式来为主见证。第一，你爱宣扬福音，你爱讲出去，讲出上帝伫你的心上所行奇妙的事。认真讲起来，我无心要献互上帝。我无想要做上帝的工人的，我有家己的理想，有家己的追求，有家己的拍算。但是我牧会30年了后，我感受上帝一路带我。我伫背迄个中间，我亲像迄个巴兰的驴啊，去弄壁弄的上帝，搁我带转来。我伫遐感受上帝安怎引带。另外这边。咱今仔每一个人，伫你人生，不管你少年也好，你年老好，你爱去用你的生命去宣扬上帝安怎带你到今仔日这个坎站。今仔毋是因为你是企业家，你好嘢人，你才会当做见证。你敢知影做一迄得癌症的得到医治的，你嘛该做志工，恁知无？因为上帝拢不管你是好呀无好呀，你有地无地，咱拢咧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敢毋是安尼吗？另外这边，今日咱第2个讲的书，保罗通过写真济书信中间，表示讲，望遐信徒初代教会信徒，爱常常读保罗所勉励的话，亲像咱今日看保罗书信共款，而遐来见证耶稣基督，照安尼行，所以咱爱行动。爱有谦卑来顺服，今日嘛，咱伫遮有一个美好的信仰的生活，无论是平顺的时，还是苦难的时，咱拢会当甲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咱相信上帝关灵，信息伊不变的听，永远引带咱，互咱伫时时刻刻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听。咱这是3个阿头来祈祷。至高的天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时间中心的纪念主日。上帝通过今仔日的主日，我来关心第一伫大专生的时间，互阮教会也关心，即马足侪青年拢咧读大学，因需要来接触到福音。愿上帝你的灵做工，互阮也为着大专时间的这传教者、这同工来关心祈祷，互因哪好势哪有困难，互阮议员伫关心顶头来显出，阮是一个有信仰的，来听从遐个需要人来支持因，更加来关心遐还未信靠你的人，通过阮好的行做、好的信仰来引带因来信靠你，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
回应诗569首，我做耶稣羊羔，非常请起立。我做耶稣的羊羔，我这欢喜无烦恼。耶稣听我，耶稣捌我，他好好其实伊予我，家己顾我拢无离，伊也捌我的名字。我出我你的平安，路无遥路也艰难。带到草无青水所在，羊群踮遐拢无挂碍。我若喙焦身躯野，带到溪边予我食。我着欢喜加自在，用点羊条无受害。我好牧者款待真好，温柔听通用手来抱，阳光作为要予我，一路福气真正大。请坐，今仔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来侍奉。坐。咱献开手中的周报，金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5节，咱台语念2遍。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喙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喙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5节。即摆来报告，有新的朋友无？今日，
无咱来报告。本会消息，当选公告吼，顶礼拜4月24召开临时会员好会，办理中级甲职事的改选。当选的中长老是李淑珍、林义仁、黄龙珍、叶秀兰、夏俊宏。当选的职事是冰美满、李淑珍、周建宇、林金龙、林福春、纪丽娟、廖国柱、蔡淑华、邓富先、苏亚展。原主束缚带领正面服侍的道路。第二，今仔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本会担国信牧师甲三和教会林信哲牧师交换讲台，大专学生事工，教会青年培养宣扬福音相关的事工推展展，兄弟请关心大道，奉献支持。咱欢迎林牧师。第三，今仔日举行5月份的庆生会，就请张春梅、叶仁义、叶秀兰、黄龙珍、林慧珍、纪丽娟、曾玉佳、张世奇、林义志、林芳叶、廖国柱、陈冠奇等，寿星生日快乐！祝寿星生日快乐，福杯满溢。然后，以后请干事提出敬请。等下，咱才请林牧师来庆祝吼。第四，今仔日下晡点半召开定期的中执会，中执同工请准时出席，且准备好会手册。第五，原定5月初5，马街病院社区医学中心高血压临床保健健康讲座，因疫情的升温取消。第六，原定5月初7拜六，台北中会传教部初阶中级训练会因疫情所以取消。第七，5月14拜六上午9点半到下晡5点，台北中会教育部举办后现代儿童牧养栏无栏主日学教师教风会讲员马秀兰传道，中国主日学协会教育事工组的主任，地点万家教会台北市贵阳街2段94号前西门站，费用200块，含讲义、午餐现场纳钱。5月初报名为止，主日学同工请踊跃报名，欢迎对儿童牧养有负担的兄弟参加，共同参与教会事工的推动。第八，5月14拜六上午9点，中午1点，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找求教会甲社区的接点事工研讨会，邀请救助协会、芥菜总会、展望会副展会教导咱如何主动出击，敲开社区施工的大门。会中并有北投教会、闽南教会分享，地点建成教会，台北市承德路1段77巷29号，5月7日报名为止。第九，因台湾的疫情，自5月初1开始，儿童、幼童音乐亲子课程、儿童数理学、少年团契拢暂停实体课程，等疫情较好才搁恢复。过来，祈祷相通，为肺炎疫情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人员四下平安，甲咱的同在，保守台湾全体国人会当渡过难关。疫情冲击经济，愿主使人民开经济活路，
看我要互这城得到专业安舒，互城中的人得到医治，搁将丰盛的平安甲诚实显明甲因。耶利米书第33章第6节。搁来为一寡身体欠安的兄弟来代祷，这大家家看，有侪侪兄弟拢有身体欠安。那个牧师要补充报告无？啊，庆生，请牧师，请林牧师来为咱庆生吼。啊，请迄个5月份的生日的，请出席。这个时阵，咱请5位寿星来到头前，接受大家的祝福哈。春梅姐啊，仁义长老、秀兰长老、荣珍长老、慧珍姐、丽娟执事、玉佳姐，还有张世奇兄、玉志兄、方月姐、国柱兄、冠奇兄，或者是咱在座吼无写着啊，你是5月生日的兄弟姊妹嘛，请恁会当行出来外面，吼大家来甲你祝福。咱吟马变诗吼，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会众请起立，啊，吟诗完请牧师来接导。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遍照你，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舒舒看顾你，享受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以及信心的感动。互阮甲主耶稣结连做一个，互阮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